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廉政檔案。對於貪污等等嘅刑事案件，廉政公署會採取唔同嘅措施進行調查或者偵查，並且會邀請涉案人士錄口供，為案件提供資料並且進行筆錄。假如市民真係需要錄口供協助廉署調查，就千祈唔好做出同今集案件涉案人嘅相同行為啊！2021年，廉署人員喺偵查一宗案件期間，懷疑嗰個案件嘅一名證人喺錄取筆錄嘅時候，私下利用手機偷錄對話內容。經過法證分析同埋其他必要嘅偵查措施，廉署證實呢名證人係喺有預謀以及未經廉署同意嘅情況之下，利用收埋喺手袋入面嘅一部手提電話，對筆錄期間嘅談話內容進行隱蔽錄音。最後，法院裁定佢觸犯兩項不法之錄製品及照片罪，兩罪並罰，合共判處9個月徒刑，緩刑2年。所以，無論基於任何嘅目的，千祈唔好以身試法，喺錄取口供期間私下秘密影相、錄音、錄影等等，否則就要承擔相應嘅刑責。我哋今日講到呢度，下集再見。